我们三爷公司的整治呢，我们综合性呢，经过已经到现在应该至少10年以上。经过我们市政府呢，还有我们中央的这个鼎力支持呢，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是最后一里路。我们把万代桥这个整个桥墩呢来做一个改善之后呢，我们相信呢，会对我们整个三爷溪的这个整治呢发挥最大的效能。我们很期待呢，这个工程如果顺利完成之后呢，明年我们呢能够处于这个仁德地区，包括我们仁德工业区呢，能够获得一个最好跟最安定、最安全的这个整个安全值，这个是我们相当期待的。相对的，我们很有信心。因为万代桥对阮仁德里非常的关系，阮仁德里有在因为桥做这几档你看，拢完全无中水，非常好，所以这个工程非常做得很好。过去呢，三爷溪呢，因为排水位整治前常遇豪大雨的时候呢，那个洪水就会泛滥，造成我们两侧的一个低洼地区积淹水。因此呢，水利署呢也特别针对三爷溪的整治投入很多的经费。目前呢，大概针对万代桥以下到2人溪的汇流口处呢，总共10.9公里。目前呢，已经在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相关的排水整治。那另外呢，同时也洽请了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来办理我们的万代桥跟永宁桥的一个改建。那其他另外5座桥梁呢，目前也大致上来完成。我想我们的这个三爷溪排水完成整治之后，对我们周遭地区低洼的一个排水有很大幅的提升。万代桥是咱南关公路到这个三亚溪这个桥梁这交通非常的多最主要这边是为着解决这个排水，用一半来施工，安尼较袂影响到这个交通。现在这个工程是差不多到明年6月才会当正式完工。不过呢，咱正在做北平的时阵呢，下骹的再基础加再阻碍物呢，排水的阻碍物呢，咱就拆掉啊。所以虽然工程正还袂施工的，但咱的排水已经会当迄断面会当增加65%，所以对排水已经有发挥的功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由于我们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还有万代桥中间很多的因为落墩、桥墩的关系，还有整个水流都会影响到我们三爷溪的排洪功能。所以在过去每次只要下大雨甚至不用到台风，只要下大雨就会造成地方的淹水。那我们一直想要改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个通行不能中断，然后万代溪桥的改建也是难度很高，所以说我们一直延续下来一直追加工程经费，现在终于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而且把很多重要的一些阻隔物都拿掉了。那预计到明年113年6月30日，这个万代桥改建完成，三爷溪的整治也大体完成。这样子的话，对于仁德地区还有仁德工业区淹水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可以有效的这个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可以让我们仁德交流道的交通不会再受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应用杜苏芮风台来袭，市长黄伟哲上午主持风台整备会议以后，马上就前往南区万里抽水站视察，确保抽水功能会当正常发挥。同时，嘛呼吁市民在风台过后，一定要马上进行主升源清除，避免天高热大爆发。民国91年在完工的南区万里抽水站，经过基础更新、提升稳定的运转以后，抽水量会当达到每秒19.8吨。加上搭配喜球抽水站，遇到地势较低万里喜球社区，会当有效防止中水。市长委托26号嘛亲自到场听出简报，同时启动抽水器运转的功能，并实地到水门观看抽排状况，表达满意。让台风不要进来，但是台风进来的话，影响的话，希望能够经过尤其到明天
27号的下午会达到满潮段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风雨最大的时候又碰到满潮段，我们会比较担心。因此呢，抽水站的整备特别需要确保这个抽水基建的机组的妥善率。那也希望能够对于真的适时发挥起这个保护民众这个生命财产的作用。如何确保风台期间的风险？水利局强调，目前全市499台移动式抽水机，甲60座抽水站拢已经完成巡查加气运转，依照标准作业流程正常操作，为风台全力以赴。台南市的整个防汛的一个准备，包括我们的移动式抽水机及抽水站，抽水站总共有60座。移动式抽水机有499台，那经过我们逐一的盘点，妥善率是100%。另外就是针对滞洪池的部分，滞洪池总共有58座的滞洪池，总蓄水量是1100万吨。其中台南市的部分有22座，总蓄水量是600万吨。为了考量南区、万里溪丘地区也有强降雨淹水风险，预计明年也有一座30 CNS 的抽水站的完工，准备投入防汛作业。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基美医疗体系为了全面推动各院区的电子医疗收据，全国首创运用具有安全、甲会当验证加密的技术来做电子医疗收据。未来甚至会当扩充加值，运用伫各种医疗文件。基美医疗财团法人基美病院，伫行政副院长郑天军的带领行政团队，经过1档月努力，成功以 HashCode 加密的验证技术，运用伫电子的医疗收据，甲一般区块链的模式无同。互电子医疗的文件发行加存取的控制权有弹性的保留伫病院，民众只要透过基美病院的官方网站完成身份的认证，就会用下载180天内就医的电子医疗收据。电子收据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在于说，因为其实电子化的文件最担心的是篡改。因为我们收据出去了以后，其实过去也发生过少数我们的收据被改成了其他的方式，那所以我们电子收据我们这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拿到电子收据的这个档案，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跟成大的联庭公司合作的一个有一点像区块链的一个作业，只要这个档案去验证，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收据的这个档案目前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及时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收据还是会更动，所以有些收据如果已经更动过，我们也会跟在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提供给民众来了解说这个收据可能已经被更动过。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电子收据，我们医院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电子收据是可以在网络上，在我们医院的网站上去做一个验证的一个过程。基美病院全国首创可验证的电子医疗收据，唔仅会用防止篡改，另外还佫用对服务的平台，针对电子医疗收据进行验证，确定档案是毋是对基美病院发出去的有效凭证。预计这项系统将伫8月1号正式上路，依照推估，每个月会用节省10万张的收据列印，减少碳排放量大约381公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近年来购物用的塑胶袋仔使用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不过用量真大的传统市场目前也无禁止使用。台南市环保局特别选定好尾寮公有市场做示范，为即马开始到12月举办1点对外活动，只要摕购物袋仔买菜，就会当换点数，佮甲点数摕来换保鲜盒、洗碗精等等生活用品。随着民众环保意识提升，出门采购时常常自备购物袋仔，减少塑胶袋仔使用。但因为传统市场民众较摊商的习惯，也是以塑胶袋仔为主，造成未少塑胶袋仔使用甲废弃量。
台南市环保局今年就甲好尾寮公有市场示范塑胶袋减量措施，规划出1点兑换生活用品的活动。今年呢，我们环保局在台南市东区的虎尾寮市场推出了一个环保新时代的活动。那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会发现大家拿非常多的塑胶袋。那我们为了要让塑胶袋减量，那所以我们今年呢推出了这个环保新时代的集点活动。那只要民众呢，你自己带着你的购物袋去买菜，那我们可以拿到一个集点卡。那集点卡集完之后呢，就可以换我们这些生活的实用品。虽然在现场也是会当看到民众使用塑胶袋但嘛有未少有环保观念市民愿意自备购物袋来采购，为地球环境尽心力。所以你觉得很好啊？你觉得很好？因为我一直很支持啊，因为我们团体也都很支持这些啊，那我们也都要效法。那因为全球暖化气候这个非常严重啊，其实最伤害的就是所有的动物，包括我们啊。所以本来就要爱护地球，爱护自己啊。环保减塑的问题我是蛮接受的。因为虽然说现在在推是很辛苦，可是还是要推，让这个客人每一个民众慢慢的去接受，去改变习惯这个自己拿环保袋。环保局表示，除了鼓励民众自备购物袋更结合好尾寮公有市场主题会，提供环保循环购物袋租借服务。只要支付100块的押金，就会当借一个环保购物袋互未加杂环保袋消费民众，嘛当响应环保，轻松参加1点活动。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为了让外界认识原住民族争取传统号名辛苦的过程，并且感受原住民族文化水，台南市响应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一系列静态甲动态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庆祝这个特别纪念的日子。原住民族今日会当恢复家己传统族名的名字，其实相当无简单。从过去原住民族曾经被叫做山包、山地人，经过10几冬来空前正名，才变成宪法当中的原住民甲原住民族。所以目前伫台南市的图书总馆所展出家己的名字，正是台南市配合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举办的展览。为什么我的名字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认同？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会在我们的展览上面去找到它的问号、它的意义跟它的定义。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更友善的面对原住民证明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包含很多公务部的公务机关在办理各种证件，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族人的时候，能够正眼、能够正视原住民使用这几个字的权利。为何更加侪民众有机会来认识台南在地到17个原住民族，知影每一个族群名字背后的故事。在展览当中，除了有精彩原住民歌舞呈现力与美，真侪族群的代表嘛一一小解家己的名字由来。那我的名字是我的是自己的名字加亲人的名字。所以我的后面的名字是我妈妈的名字。我的汉名是白慧兰，那跟我熟悉的人会叫我撒拉乌，撒拉乌是我的名字，勇敢的意思哈，这是我夫妇的名字。然后呢，咖里布兰是我的家族的名字，是拓荒者。好，所以我的族名是撒拉乌咖里布兰。会中副市长叶铁山嘛代表市长出席关心，除了以回顾伫无共殖民统治之下，原住民族传统号名的改变，邀请大家伫欢乐的原住民族日，嘛做伙来关心这段文化历程。一系列的活动，不管是在我们的市总图，在归仁文化中心，在西拉雅的会馆等等，都有很多的展览。也有一些动态的活动，包括踩街。那另外，也有一些所谓的原住民的人权、法治的这些讲座等等。我想也邀请我们所有台南市的好朋友们，大家应该把握这样子很难得的机会，能够体验很多。我们总共有17个不同的原住民族。原住民赞不赞？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
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112年，台南市公共图书馆的评鉴已经出炉。这届针对服务人口数3万人以下20间公共图书馆进行评鉴，分别由咸水、南华、下营、北门以及西港区图书馆，以及特殊的特色甲优秀的服务来得到节优图书馆的荣誉。公共图书馆伫人口较济的地区，为当地民众带来丰富的活土资源甲文化体验。市府文化局每一档拢会定期到各区图书馆进行评鉴，提升全市图书馆的服务品质。评鉴的内容呢，也包括这个办理的活动啦，以及区长的重视啦，还有这个整体环境的整洁度啊、维持度，还有对于这个书目的一些管理等等。其中得到节优的盐水图书馆，结合风炮、活情感定制等在地民俗文化，作为特色馆藏，并提供超商提册服务，让民众会当随时借到册。另外，伫暑假期间，除了会当看到小朋友伫内底认真读册，同时也举办夏令营，让图书馆变甲非常多元。那我们就是在过年的期间，还有比如说像儿童节、母亲节，然后像最近暑假，我们都有办一些就是借书，然后来送一个宣导品。我们这边的馆藏虽然没有很丰富，但是我们很多元，包括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对于民俗之类的书，或者是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书籍，那这些都会带动小朋友他的一些兴趣。那另外呢，这边小朋友其实他也很喜欢来这边写作业。我刚刚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其实来这边是在读书的哈。那家长放他们在这边读书，其实也会很安心。这就是一个很温馨、很在地的一个图书馆。这出地种的5间图书馆，共同的特色就是服务，让人感觉非常暖心。透过图书馆的评鉴制度，让图书馆的用心经营会当互看到，更进一步优化市民的活土环境，吸引更加侪人行入图书馆。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2023嘉义购物嘉年华虽然10月份才会登场，不过为着要做好宣传，嘉义商圈特别结合多间店家，为8月1号开始到10月推出特约店家优惠方案，要提早来插入大北门地区的买气。欢乐台南来家集团，请节目。欢乐台南来遮佚佗，2023嘉义购物嘉年华即将伫咧10月14、10月15，伫嘉义区公所头前盛大展开。今年活动邀集120间摊商参与，各种美食、饮品、食的、用的，啥物拢有。而且不止好势好买，更有邀请到统一赛的啦啦队东港来现场表演。对10月7到10月13是咱嘉义购物节的阮一个含商圈结合的。为了促销活动啦吼，因为这期间佫有拄着咱的中元节啦吼，所以有足侪款特优惠活动礼物包啦吼，欢迎各位来参加吼，来购买吼。第二个活动就是咱的嘉义购物节吼，嘉义购物节伫迄个10月14日迄个举办啦吼，这举办今年有较无共的所在，就是讲有咱的迄个邀请咱统一市的啦啦队来遮表演啦吼，这届这暗会吼，由咱UEE的协会来办啦吼，来主办啦吼，有一个啦啦队的比赛，嘛欢迎各位迄个国中小、国中以上的迄个阮的好朋友若有机会会当来参与这个啦啦队的比赛活动啦吼。嘉义商圈也结合商圈内28间优良店家，率先伫咧8月1号到10月期间推出购物节首幕曲，希望借此带动大北门区的买气。
在我们疫后的经济呢，在我们大北门区呢，来带动整个消费这个热络。所以说呢，我们嘉里商圈呢这一次结合我们的店家呢，将近30家呢来提供优惠办法来用一种金喝康优惠的一个方式提供来店里提供优惠办法，满额送消费券送那个摸彩券然后呢摸彩券呢可以同时呢得到我们的3叶机车，还有我们的65寸的电视刮刮乐。嘉义区长林耿汉表示，嘉义购物节一直拢是大北门会庆典，百大又一时节，就参像一个嘉年华同款。今年的活动经农历台南400甲棒球的原作，欢迎大家做伙来遮佚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伫旧年展出一边写一边画展览以后，画家欧文钦今年推出环游世界写生展览。展出伊30多年来招聘20外个国家的写生创作，要带参观的民众来欣赏世界各国美丽风景。旅行家到地画到地，画家欧文钦用伊的画笔记录世界美好的风景，为越南、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大大小小画作，加起来超过1200把。喜欢画风景画，所以去旅行的时候，不管是参加旅行团还是做游行，都一路写生有时候一天画好几张画，就大部分是画这些小张的油画亚克力这样。这些世界的作品拢是当场画者，大家的作品拢是等来了后才创作。展场当中除了油画之外，更展出伊的写生画作，将这些作品搭配相片，放伫咧参照市剪天铺的铁架上。我有个概念，就新的概念，没有人做过。你知道那个剪贴布吗？我们小时候呢在剪报，那个概念一样，我把它做成一个大的，这样大家都可以看。里面就是我的画画那个速写还有收集的纪念品地图消息行程表这次画展收集欧文钦这几冬来旅行的画作，也毋过会当看到除了风景，画作内面出现的人就是伊的某，一路行来，予伊上大的陪伴，也可以当对着作品一件一件的指出印象上深刻的所在。这个是他的在精神病医院，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个画家，竟然 suffer 那么多，竟然痛苦的那么多。然后这个是高地呢，永远都盖不完的公园。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呢，而且感动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巴塞罗那的斗牛场我一路上跟着侯文清这样画画，跟着玩呢，我也转变了很多的心态。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一张画画40分钟，我到一个地点就要停40分钟，有时候会觉得很那个。可是我现在已经转变了那个心境，别人走马看花，然后我可以呢静下心来看40分钟，那就是真的是比人家多了好几趟的旅行的感觉。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8月5号，疫情解封了后，袂付出国，会当先来有员工会堂用目睭，和欧文钦带你环游世界。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血流原因真侪，有可能是膀胱发炎、泌尿道结石，或者是恶性的膀胱腰肌肿瘤等等。成大病院泌尿部医师詹浩成表示，血流绝对是泌尿系统出状况的警讯，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尤其袂停的血流，一定要排除是毋是有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成大病院泌尿部医师詹浩成表示，临床上的血尿有分做肉眼可见加显微性的血尿，依照症状嘛有分疼痛性加无痛性的血尿，但是毋是真正有血尿，袂用干那靠尿液的色来区分，必须要做正确的检查，才能确定到底是腰子、输尿管或者是膀胱裂合线等问题。血尿当然还有可能就是说，要用透过尿液检查的方式，让他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血尿。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药物或者是一些饮食特别像有一些水果像火龙果这一类，也会导致说你尿液变红。那所以尿液变红不代表说真的是一定有血尿，我们必须透过检查尿液检查的方式来确定说是不是真的有血尿，有红血球或者是含量在里面那个尿液里面。那如果确定是
我们才可以诊断说，这个病人他真的是罹患了血尿，那再去找他的原因。那原因到底是在肾脏呢，还是说输尿管，还是说膀胱？那感染、结石或者是肿瘤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尿的状况。那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再进一步去做治疗。医师强调，一般疼痛性的血尿有可能是较常看的良性疾病，亲像泌尿道的感染、发炎或者是结节等。不过无痛性的血尿，就要排除是不是恶性肿瘤的可能，伫个治疗上嘛无共款。如果是以感染的部分的话，发炎那也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如果是结石的话，我们必须看这个结石它的位置，还有以及大小，来去决定说是不是单纯透过药物，还是说甚至需要用体外震波啊，或者是一些内视镜的碎石手术来处理。那当然肿瘤的话，主要一开始我们要先去诊断它，然后看这个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我们必须用内视镜的方式去做切片。那如果确定会有进一步的手术做治疗，那基本上肿瘤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另外，如果患者本身有食薰，或者是长期接受农药、油擦等有机化学物质，甚至捌服用马兜铃酸的中草药，拢是属于泌尿道恶性肿瘤的高危险群。因此，医师呼吁有血尿一定要早期诊断，才能早期治疗，避免延误病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6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